春啊你啊樹啊，毛啊你啊食，毛到阿姐頭上變咯那哎喲，阿姐頭上桂花香哦，車啊給龍給看，那哎喲，那哎喲，哎喲哎喲哎喲。你衝過嚟，我喺度話放閃，真的啦！哎呦，好閃哦！來，我哋咪聊你哦。來香港奇觀嘅披露乖乖咪事嘅。乜嘅咪事？放閃嘅咪事。哎呦，講咩嘅咪事？分享來了，出去又煩，真係當偏心嘅。哦。仲難講，應該講你利用上有冇順便。分享來了，抽。唔講偏上人放閃，阿叔唔爭去放閃，好唔好？好，點點要出那個情歌樣版，然後有阿姨咧。香港，你啊沙氣哦，今比來攏係老了嘅，鐵撇搶到來，一堆。看起來就哦，愛當叫嘅呢。古上大家唱嘅歌，18模，睇下你會唱啊吼。唔過講到放閃，然後好好來問一下。好啊。美玲姐，現場就你數到把，你看金榮姐、桂英姐，喲，一顯鮮呢喲。看佢作衫出啲，看一蕊花唔拉，鬼神故事。你有啥平常時就按浪漫係，係基本係嘛嘅嘢嚟啊？你話唔知算唔算浪漫啊？因為哈。問歌啊，大概做喊叫問歌啦。其實不時哈，就生活當中啊，就要創作一系列輕歡喜嘅，我本輕歡喜嘅事情。比如講，送一朵花啦，也去市場看到一輛衫，請拄好愛做嘅呀，佢就會買轉來，就會送俾。今年你係升級買嘛？係啊。我問一下，你用啥結婚幾久啊？10多年。係二婚。結婚17年。哇，仲上過你啊17年，係唔好？原本嘅人搭班人嘅節目啊，你一本當然奉獻啊，成本而奉係。數目，我諗係係10萬個，10萬個。有年係我係10萬個。哎呦，真嘅咯！談戀愛是請10萬。小驚喜。真嘅呢。楚天有乜嘅特別嘅小驚喜在做過嗎？你知道？當認識嘅時節啦，記住我寫兩個小紙條。哎呦，來看一下。寫情書。做得看嘛？做得，喊我自家水哪樣做得看嘛？喊我集起來哦。哈，很可愛要好上個時期才會集嘅。3萬個按做得冇？做得。你冇你用啥哦？這個有點太浪漫。沒關係，假裝一下。我係3萬個。好，來。我係你最頂人上嘅僕人。你係我最頂人上嘅朋友。你生日有你，係我最幸福。永遠會照顧你，愛我。生日快樂，愛你哦！等下滾太買新的東西，買嘅東西，給馬票。仲長顧厲害。哎呦！今天上網阿叔寫嘅呢，真勁呢！我講睇上網阿叔，就有人摸一下哈，阿強摸一下。梁克阿叔，你是有下高冇啊？我用講阿叔啊！哎呦，用講嘅哦。係啊。有送法不給高冇？冇。啊！錢他出差啦。唔過啥嘞？係咪強樣人先可以買花嘅啦？你嘅建議全部就是有花。幾點來買花？係啊，還有一個當場有嘅結婚紀念日。係啊，梁克阿叔，你結婚幾久嘅呢？53年。 53年，你有乜個金婚、銀婚什麼婚？還有頭婚？你有頭婚嗎？銀婚就是有頭婚才會結婚。銀婚。哦。53年呢，後生出窮下。我62年結婚啦，應該65年。嘿，63歲初戀嘛。咩家己做媒人呢？他早期結婚呢，我做感情當非常紮實。 出唔會貼片，唔會準備物嘅，我只有成發出去最好嘅禮物。難怪你單身13年。來講這是務實型的浪漫。冇，亞漢你成日冇愛物嘅，愛情書啦，愛花啦，嘅紀念日嘅時節，多少都會有到一個儀式感啊。今日冇金融這些咯，金生哥會安排物嘅嘛？唔是，馬是秒回。唔是送盤，係唔是送盤。唔係講很易送吼，假如講結婚幾年後啦，
伊講愛就全部都規身都本的啦。哎呦，愛男嘛該本。哎，其實動浪漫啊，佢按當然有印象中嘅送物嘅冇。去年代有啦，送一隻皮夾。哦。嗰隻皮夾吼，佢喺買轉來，佢看到無防片呢，出來吼，佢慢慢佢表面度講講，買轉來有冇用啊？係啊，叫冇用送啦。係叫做呢種方法誒。最硬性嘅送。表面嗰邊叫啊，嗰個送唔好啦。既然送過件物嘅？送件嘅，你特別嘅。啊，襯衫那個袖扣嗰個領帶夾，內褲帶啦，跟有用喎，認真講有冇？唔記得睇幾多。誒，合理。我本記者記飛啦，本記者記飛，唔用啥結婚幾多年？明年結婚。哦，結婚哦，中長姑娘。有啦，幾個50年嘅時間送本記啦。真嘅。係呢，啊你咪送浪漫啦。貴神都本嘢。佢吼，佢嗰陣然後就悶騷。他佢會講愛你在心口難開。唔過講到啊，吼，愛行動宴啊，愛行動酒啊，你也好上人大拜結婚之前就會討論一件事情，講一上人同嘅三觀有合嘛？哦，你按當然嘅行詞。對呀，嘅愛情嘅觀念啦，婚姻嘅觀念，用錢嘅觀念，交友嘅觀念啦，自由嘅觀念啦，又想愛去老了。哦，差唔多。所以你用講破鄉下，我知道，大家去想，想講，我攏去行按當然嘅，兩上用要合鄉下，比如講，你用錢也好啊，也係講教育也好啊，最表達嘅素材。所以我們兩克相好。台北人做媒，就見面一拜就結婚了。一見鍾情。所以你們不是三觀合，你們是一眼合。一見鍾情。對。一眼瞬間哈，跟老梅鄉下相處之後咧，台北個環境都無好啊，實在講。像係做雪，佢要天天係天做雪啊，係做雪天啊。係啊。佢要工地鄉下天做啊。你喺當咁痛咧，因為有啲人吼吃不了苦，比如講。雖然講人接不講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係吶，唔過有陣時冇一天哦。不過這種事就對人哋台灣人嚟講，其實較傳統。係。出體做生咯，佢會兩曬要嚴格過喎。係你有啦。清楚要一天要口嚼。唔過佢脾氣當好。聽我講佢都點點。哎呦！要蘇安北。你看多溫柔，有啲嗌蘇安北，所以蘇安北得嗌蘇。之前高鐵佢要暗到啦，講啊，講見面咁樣。哦，中意當重要。談起來啊，係個親吻有嘅人。係啊。順來咧，係要當到嘅委屈嚇。我咪講。阿公當好咧，唔同嘅結婚按當年，有沒有哪一個 moment 覺得說啊，我嫁對人了，或者是哦，我真的是嫁錯人了？我他開始的時啲咯，我就講佢講法他出，講法出，因為談到會較唔慣，後來嗬，佢啊先失望啦嗬，木卡些佢全部要聽做，佢要改變一下。韓國對人家當好，當體貼啦嗬，要當體貼。乜個事情都會影響，全部佢做出嚟。還錢哈，如果還有錢好用嘛，還有錢好用嘛，見到拿錢本嚟。你真係當愛錢哈！我講埋先，因為愛維護一隻木卡真係冇簡單，唔單槍兩啥，還有 sale 的嘛，愛成發啦，兩啥賣生意較強嘛啥？較強啲。哦，通常係人容易爸爸摸出來，轉來就有威嚴嘛，發強。因為後年我幫阿美做啦。哦，好啦，看果然是梁兄哥與英台。哇，根本啲三組出去我們瘋哦，攏講哦，出去就梁兄哥跟英台。跟下來我問一下金字輩咯。哎呦，亮晶晶。唔但唱亮晶晶，殺好了要邁向金婚了。真金吼，金身高樓。金永正，真嘅呢，兩啥都有金誒，我睇應該伊有錢。跟住來摸一下，敢係用啲錢都用下。家都金永正講下懂啊，我本金身高高。哎呦，講下兩啥，用滿壽司啊，兩啥喺相處。壽司喺台灣時間都，喺平鎮嘅工廠哦，用啥是？同事。對，同事啊，同事。
大概是一個染粉哦。馬上先開始講，哎呦，你腔下好無？佢唔好講佢自家生對藝嘅啦，佢一天喺講藝對佢啦。好，跟唔講兩啥一開始認識嘛，加김生哥講啲工廠。我到工廠熟識嘅啦嗬，有個同事嘅妹妹，然後就鄉下嗬上班，細妹然之後帶個鄰居，結果我到個同事嘅。哥哥就過來啊，都說哎，俺做東西是哪邊事啦？哈，他來就過來是啦。出去自己啥，去到嗰邊唔會過來。是下班的時間，佢就爭機去來，乜嘢來硬硬嘛個東西。其實我登記啦。個電啊，不然可能當認真咯。可能累咯，就起下風起來。哎，我家冇拿到東西呢。屌絲流登記啦。哎，你這招學起來，我很想啲哦。김生哥佢報名營養班，攏記。套轉木卡，就開始戀愛結局，戀愛結局，戀愛哦，戀愛3-4年咯，按多年哦，哇！嗱，我係聽人講好啦，戀愛3-4年咯。唔係啦，啊，生哥嘅意思係講結婚結3-4年嚟啦，係啦，暗戀3-4年啦。佢本爸爸讀到，我爸爸是管教很嚴的啦，我爸爸喺鐵路局上班，公務人員哈。真嘅啊！而且我有4個哥哥，4個阿哥啦哈。你蠻哦，我蠻嘅，出個妹嘅。也挺用的食材很用啊。真嘅哦，幾隻咖啡用哦？冇呀，佢弄成像，簡單嘅嘛。而家講是總概念。嗱，我係聽人講好啦，戀愛3-4年咯。唔係啦，啊，生哥嘅意思係講結婚結3-4年嚟啦，係啦，暗戀3-4年啦。佢本爸爸讀到，我爸爸是管教很嚴的啦，我爸爸喺鐵路局上班，公務人員哈。真嘅啊！而且我有4個哥哥，4個阿哥啦，我蠻嘅，出個妹嘅。爸咪出來提前出操嘅啦。對，阿爸爸都要求啦，哈，叫我看唔慣人，你講。有嗰種嘅時間，就係人爸爸媽媽來唔下講錢啦，哈，出案嚟，這樣嘅。哎，我知道懂後啊，有陣時候你要想講，老天爺就安排好誒，時間到誒，緣分到誒，我知道係樣嘢，掌聲鼓勵，惺惺相惜，人家是惺惺相惜，惺惺相惜哦，係咪咁樣哦？好來，等下靠你哋哦，嗬，跟米玲姐姐咯。來講一下，因為家一開始你用啥啲放閃哦，你當時家本人3萬個嘅時間有相當久嘛，也係講我就跟着感覺走，人家用嘅看員跟着感覺走，旗袍穿得下嗎？太敢記得冇？哎呀，最先我哋就唔係講，因為我們是二婚嘛，加3萬個要講，冇上愛行鄉下，不過爸妹就看到佢，講法真嫌棄啦。韓國叫太愛救世，哦，係太愛救世，請我照顧愛啦，就像老母人照顧。不過呢，我哋用啥交往嘅時間啊，我爸我妹，特別我妹啦，反對，因為客家人真神奇呢，就會講369啊，369，差369，差369啦，差3歲6歲9歲，有。後面就看到我用啥，相處阿叫親照顧愛，特別我爸我妹。落嘅時間啦，嗬，啊，細師太的嘛，啊，就接到去醫院了對吧？啊，照顧了對，啊，佢就會轉去聽書啦，我有阿哥阿老太，啊，佢會聽書分攤一樣嘅照顧。你當中你做唔單止係愛人，你係家人、落家人。唔過我咪當上啲係咩因為你頭一攤嘅婚姻3觀，我講到3觀嘛，就攏其他冇強樣。我較重視嘅財務理財，因為我本身就喺第一銀行上班，較會算錢啊。愛啲。啊，佢呢就欠貸款。哦，看到我個就拿3萬拿，唔可以看到個家私係幾多啲啊？佢咩看起嚟同我太條解樣啊？咪？跟你談起嚟兩三冇丟得啊？因為行強慳哦。跟我出來問咯，我都問3萬個咯。佢家米玲姐姐講咗很多，你一聽就想到講，當時你用本來想法就這什麼做得咯？你這個強下。佢看起來都單純啊。
同好偏。我愛冇偏移啊。我你講他，因為有一種大家都已經忍受，拿捏他的那個感覺。不能這樣講，一邊啊較緊啊。哎，啊，你啊退休的，你看男主內女主外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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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啊退休的咩？啊，要其他事情攏來做咩？佢很多教書啊。啊。佢都教書，反正要其他事情攏來做啊。係。啊，夫妻中下都會保養啦，你發啲呢啦。係啊係啊，唔過我就想我來提一下啊，因為太次家都有表達嘅嗰種感覺，故所將會行研究嘅咩？你講嘅冇唔錯咧，因為我知道啊，大家都見面時間冇了解嘛，都結婚之後，真係啊，你原來喺安陽看到真實嘅一面嘛。我所講啲婚後嘅鄉下生活，真係講哦，我以前冇看過安陽嘅人，哦，拍啥咩話安因為，我咪當上啲講，嗰啲啊大家有乜個特別嘅想法，生活研究嘅，譬如講。2、3年我鄉下有一陣問題當重要，對於鴉片阿姨嘅生活也有學到，就會錢嘅問題。你講貴人姐啊？冇3場人都係哦，佢講對錢都太瘋，哦，韓國咧錢全部就本金，有錢就好唔死定咯。真嘅咧。因為就是3場人嘅共同點，你先對下個錢開始講意思啊，哈，貴人姐啊，雖然佢喺本人幾多錢啊，冇人按你嘅2克阿公咯。也挺不用的吃菜唔用啦。真嘅哦，佢自家會用冇？冇呀。弄神槍啊，簡單嘅嘛。哦。而家公司仲3年代啊，挺麻煩。挺麻煩。就輪摸一下2克阿公，你真是全部就本金，唔講前世體咧，行喺講用辦係。唔會啦，幾錢都不用嚟。香港停喺安間股，將佢30年前叫做世界蠻來得了嘅。啊，佢愛做嘛就做嘛啦。係啊。跟住康樂奶味。不過監督嘅圖像表啊，康樂奶味。你講出嚟錯嘛？真嘅。冇啦，佢是幾兩次啊？佢大概出嘅嗬，會拿10萬單魚翻美金，翻到3000人嘅。嗰個目前唔用呢，嗰個我變到古幣，我收藏古幣。佢睇到一半咧，嘅美金全部價錢又全部冇睇。幾多錢？了變古幣了幾百萬咧。個美金特別也揾到幾十萬，也揾過，特別冇用嘅全部人變嘅，全部人變嘅。美金10萬那樣啦，美金3000啊，按台幣10萬10多萬咯。哦，梁兄哥真係懂得賺錢咧。1美金，真嘅，還有什麼古幣啊？厲害。錢本出嚟投資有冇相干啊？本樣閒財就好咧。係啊。唔怕，嗱賣錢，佢花唔睇到下來壓呢邊。按自己，按自己。跟健身講容易咯。對錢呀，件事情，你用啥嘅看法有傾向冇？我什麼用啥喺馬上賺錢？你賺錢。哦。跟健身講一下。對錢那個用法，還有你自家嘅概念。我知道，認為花嘅錢哦，比如講生意讀書啦，亦都認為用嘅錢啊，佢哋要用，哦，其他嘅事情哦，安逸，會省嘅事情就會省一點，對，我是現在真艱苦，所以講我按這個地方嘅錢哦，都難賺。係啊。上帝好係樣嘢，另一種浪漫嘅，用啥動槍？米玲姐姐咯，人家一開始就講哦，用啥對金錢那個想法有冇？我會精打細算。對，就會撈錢我要嘛，賭起來要嘛用哈，就我較會想，佢呢就唔啊，佢就算是月光族一樣，真嘅。佢就有錢就親房意就用啊用，唔會講我上欠起來，我賭起來。佢有因為安尼嚴格冇？有啊，當然咯。哎呦，係啊，嚴格講就嚴格最大嘅事情。有一擺哈，我報個賺錢成本嘅稅額誒，加個筍誒啦。係啦，係啦。筍，啊，記住較好面子啊，啊，記住知道吼，我媽要報一分本加筍誒。啊，佢知道啊，筍誒生意呢，就用啥報一分就好啊，做嘛用啥都會報，係啊，做錢冇歡喜啊，啊，因為。
因為我知道，因為這兩時我冇上班嘞，係，我媽對銀行退下了，冇上班，就想講錢來省的，係，錯，啊，其實愛面子啊，係啦，因為也就會看大家嘅看法有嘛嘅無共用，不過講到歐北論事情啊，件事情吼，係咪想我來問一下，孤影阿姐啦，係啊，因為全部錢是採發講，係梁克兄主要啲來存錢，跟按你因為本期啲係人用錢嘛，啊，我只講叫歐北論事情，其實係這一年人死錢的，佢要點點哦，佢錢表我看本人投者，某一天呢，有可能係梁克兄靠到歐北論事情呢，會冇？看款愛是木卡1咧，係，就買木卡1，成發咧，其實去到。像隨意了啦，看到某個東西幾多，買看到某個東西。真嘅，你買個某個你知道，哪買啊？啊頭擺咩就買某個蒜頭錢了嘛。蒜頭錢，嘿，佢買得貴少哦，買咗嚟而家唔識識啦，佢按標到過期，要讓fit睇。有冇？哦，安尼真係有大。韓國出嘅去了嗬，買個某個紫茶壺啊，個茶壺咯。茶壺。一下貴族買到2-3組咗。當貴呢？香港。佢買到3組咗呢，係叫我買咗嚟泡茶盤先，係再落入唔是泡你擺柴。問題係後背。冇泡過，我喺成杯梁兄哥講一下，我講好彩叫買，冇錢表我係俾人投啫。用表咪得踢啦，咩冇用咩用得俾？補償心理。結果係強用嘅。真嘅，好，跟住問梁克兄、梁兄哥，有冇平凡的嘛？做嘛旅行我買很多東西，有冇？我喺外面天河線嘅，將遊覽哦，幾台遊覽就。在台灣記得買東西哦，我喺度冇人買，我想下冇嚟買排泄。係點咧？唔會係用錢咧。我不係買。他擺旅行嘅內容係天天記。我做的。梁祝之旅。先幫梁克兄買，你跟他買2手價，打8折。唔過我談到了位當電影下，兩位阿哥阿姐，我就會想講，其實吼有陣時，你爭論的唔係錢。係啦。我知道係用啥利嘅。啲成法啊，啲錢之外嘅溝通，就係那了解對方，我知道係用錢。你講咗對冇？做對啦哈。我成法唔單唱係用錢嘅問題啊，之後還要給當關鍵啦，就係沃卡西萬人愛做。哦。係啊，沃卡西啊，件事情對我來講，咩係當要緊嘅呢？你想去談乜嘢講？我同講。千萬冇去問孤影姐老梁克兄，因為做地啲，有可能應該都係孤影姐啲嚟做。愛問乜嘅，愛問嘅兩片都有啲嚟送辦給你。都講唔出咯。係咪？幫你平反一下。我冇卡車，全部都記得我做。道歉，對不起。唔講係上一問啦，真件兩啥都有啲嚟送辦。我們的金相惜哈。係啊，金融正也不卡西，咁係健身嗰啲嚟做。卡西啊，廚房嘅事情全部來做。做下嘅事情啊，冇背嘅嗬，我講買洗買東西，買油漆嚟就全部新衫。哦。啊，我做嘢嘅時間細人咧，嗬，按部頭專門去放去啦。7年啊，溫尿拳啊，餵牛奶，全部係新衫。真件嗬，乜嘅事都做。擦地板啊，乜嘅東西，他很細心啊。嘅我問一下健身講，你喺選來人暗號，還係人本用做到當普通看台，佢就當人起來做呢？實在講係工作哦，又比較輕鬆，是嘛？我們職務哦又比較高一點啦。哦，這邊還高嘅。是開始按做些嘢時候，譬如會按你就是種做要，譬如會老按去做啊。所以講啊，按你一直都會是知道好輕鬆。係哦。哦，所以講哦，知道一退休哦。啊，唔過有一啥阿公咩動會做哦，就是我們的梁克阿公。今日本用當傾我老公咩會做？請問一下，你做乜嘅？你即刻講。買菜就冇買啊！哦，我不下廚房冰咁啊，棒滷菜油啲啦，食包蔗飯啦，米奶下全部嚟做啦。真嘅呢？你話暗號呢？做下難嘅事全部都梁克兄做。係啊，連買菜都係呢。真嘅呢？桂英姐只要買烏魚子就好咧。乜嘅時間較準時？我做兩句㗎，唔能擺要夾幾做次兩句。一聽準時。團最少嘅咧，哦，出最少嘅嘅組等下就經理係安尼。我冇得嚟。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到 pass。
好呢。就他男的些全部都兩克胸州。對啊，連買菜都係呢。桂英姐只要買烏魚子就好嘞。買貴的東西就好。這種菜太便宜。咩幾講啊？潤通啦，就比潤通。理解。還給他一個台階。三點。好，量足講說嘞，來，我米林這個玩意咯。你自家喏，量啥？比如講沃卡西啊，也講。大部分的事情就問哥，我全部我做好。哦。啊，吃飯掠到啊，買菜啊，倒垃圾啊掠到，太空西方的事全部都佢做。啊，真嘅哦。不過呢，有一個好處講吼，佢先從事嘅生活嘅品質。哎，你用辦公嘅生活嘅品質。比如講結婚紀念日啊，我嘅生日啦，哈，其實我請人去食較好這個東西。也個錢其實我唔會省，唔會省，這種唔會省，就是你用啥都用它嘅儀式感。錯，我覺得他很重視。係，古時候我就一出吃到幾咩客家嘢。你用啥做好朋友啊？真問我。不過確實有研究就有發現到，曉得做沃卡西嘅公婆啊，就會量便宜，因為當道啊嘅觀念就會知道講細阿媽會做沃卡西咩。不過一下冇強用咧，有發現到現場啲3V4來全部就當願意做沃卡西。真嘅呢，買菜啦，煮飯啦。土生人嚟嘅土生人啊。真嘅呢。古時候你看佢條做得行動久。美國有一陣研究就有發現到，願意做沃卡西嘅兩公婆，共下來做嘅嗰種維持感情嘅能力會較好。做下幸福啦，較歡喜。雖然講家高場地邊度有講到嘛，哎呀，你冇買很多東西，唔係講迄年天天唔係捱，不要貼標籤。我說啲三對公婆地邊度我看到係樣。係啊，你看買菜。買烏魚子，真嘅呢，好好水冇。真嘅，那你講咗兩句就轉到人家講嘅三觀咧。係啦，一個三觀唔係前度錯嘅人，點都係磨出那個錯嘅用嘅咧。所以我喺哪裡做？喺我去請那個 Mr. Right， 行開我要去磨出我的 Mr. Right， 打磨出來。因為在高場裡邊都一定會有嚴格。來同你講到嚴格一件事情，有個人後面已經冒火了。你根本就走在紅色嘅產婦。來，惺惺相惜，哎，金龍姐講下。有嚴格冇啊？有嚴格過冇？他的耳根子很軟，心肝要動軟啦。專門朋友來加錢，輸得唔係多，加下經濟也不許可。所以呢，有房貸哈，個所以呢就房貸圖書。按建議那個價錢3000、5000，然後又擺加背露台啊，帶罰臉咯。就當久冇聯絡，就打電話來講，加8點人啊，嘟都冇俾去洗頭啦，洗頭回來。結果沒有人打電話講加錢，加30萬哈。一下就加30萬，加30萬動態呢？動態。一扣出答應佢，講好啊，聽講得飛本哈。係冇攏參詳哦。冇，講我去洗頭那冇啊，結果我一轉下來你冇哈。佢就講沒有人講，該怎麼樣唄？我講做得啦，有錢就俾佢啊哈，因為佢錢佢冇錢咁咪。講做後台佢一個老花眼鏡呢，老花眼鏡拿到就。帶把疼你們哈，我整理整到凌晨2點多。個老花眼鏡啊，碎碎的啊，哈，都咪嘿，術後又咪好啦，唔會講做得啦，就算你啦，咩叫請個落妹啦，個好啊，我吃菜，我請埋他做得，唔請我做好咧，我冇可能拿本。天夜，人家同事打電話喊我你嘛，叫個沒有人啊。個張先生哈，冇嚟上班呢，哈。哎呦，冇上班就好啊，冇上班哈，反正係做乜東西，係啊，當天啊，個木匠做乜蠻堂下呢？做乜不會請客嘅？唔係加錢，係木匠。我問阿生哥啊，加起回來啦。生意要做靜態哦。係，就糾結嘛。就是說。我們能力做得到的話，就做嘛，哈。唔怕，我知道你係講好一件事情，人擺就抵兩晒高薪，喺讀到事情，阿生哥所以攏金融這講較清楚的。要了解自己的狀況。個，阿生哥啊，我都唔加一下錢。當面咧就夠清楚，每一下3萬個，要對米林幾真嘅都唔掉嘅時間。上魔術啊，那是那個事情，
為什麼人都說啊？你有想過佢說最久的時間本電動久幾久嘛？有一擺我還都上班㗎。係啊。6點8，問佢講啊，我等下6點來載咯。係。哦，佢講好。啊，等下都6點半才下來。30分鐘行後對嘛？我都上堂都唔來講吧。啊，真嘅哦。啊，唔來講。有大班，基本上大班有講哦。佢本來都先講嘅。本來頭擺較講，也還沒講。係啊，佢本來都同講嘅。係嗱。唔會啦，佢冇乜嘅脾氣嘅。哦，你就慢吞吞嘅。佢有時間觀念嘅人啊。佢乜嘅時間較準時。我做飛機㗎，我做過㗎幾多點哦，像今日我落嚟啊，今日當準時咧。係啊，唔能擺要夾幾隻次飛機。一天準時。美查來咯，飛機一天準時。你做機師啊？常喺上家常出國的。當然是冇叫我讀常出國。真嘅哈，談起來量啥？有意分吼，講法其實量啥條理有分明。係。當上我們米林這量啥嚴格的法樣板符合。假使係佢本來發劇，哦，我就會想，夾好弄，因為呢，三川係佢主本來說啦。哦。總係看太久哦。假使係彎過來。彎過來，啊，佢出我主動啊表示哈，我買啲咧東西本來送。會曬奶啦。唔用辦曬奶喏。係啊，好嘅啦，你踢到命命啊。係啊。哎呀，都好嘅啦。對，要不然拿來給馬屁。我做其實我買一些東西啊。哎呦，給殺來哦，他個鄉下回頭來，我想問一下你這個因為講你了解你，那我一般呢？卡數。哦，哎呦，有哦，都有痴心哦，有痴心，給來教一下遊戲好嗎？教一下靈魂拷問，靈魂的拷問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咧，我問問題。講鴉片咧，我先寫。做唔對哦，本太師甲看到哦，哈。等一下阿婆鴉片咧，吼，先回答。回答過後看一下，老阿公下嘅有好冇？嘿，有漂亮哦。團最少嘅咧，出最少嘅嘅做，等一下就真厲害安尼，做得冇？真厲害啊！係啊。哦，做得咯。我來講鴉片太師。你講最熟嘅真厲害。係啊。最陽嘅盡量下。做得。嘅無樣無數嘅精神嚇。好，我做得咯。上來看。數學係可以啊。好，你先出題一題。好，題一題。請問唔到嘅結婚紀念日哪一年？成啦哦，沒 Q 啦。我等一下都講要藝生 Q 啦，安尼做唔得，成啦。用公婆冇得嚟。pass 吧哈。做唔得。做唔得打 pass。打 pass。來看一下阿公下後嘛。等下。嘿，我下下了，下後先冇翻牌哦。他意思咧哈。哎呦。認真咯，糾察隊咯，看一下。好。好嘛，下好嘛。有人連個幾多年就下去了。很感動，我冇懂。好嘛。等一下，還忙下後。哦，兩公婆嘅感情，出啲兩位做得看得出來咯。裝得條寬哦，好，來啦。等一下哦，好。等一下好，來先問貴人姐姐。9年26啊。冇唔錯。62年了。兩個阿公懂什麼呢？62年。下太屌嘅人也不用看。好。來過來了。你金勇姐姐來。金針狗。 66年1月17日。應該17號。來。再過來。來12月20號。全部答對咧！哦，來，好，反面。翻第二頁。三個來問下難的哦，請問老公最喜歡不用那隻鋪位？看得到啊，做唔到看唔到啊？看得到啊，做唔到下。有人做嚟講數字感，沒做嚟講牙齒，哈。真係像他太意思咧，是他太屌了哈。唔好笑到拍晒不用哈。
好，下回嘛。下好嘞，下好，等下，对鴉片開始。米玲姐姐嗆講，你吃到你老公最喜歡的哪一隻部位？耳公。哎呦，耳公，人耳公可以當有福氣呢，係冇？看一下。等一下，牙齒老耳公啊，牙耳，哎呦，好，來講一下，什麼叫牙耳？有牙齒的耳朵哦，有牙齒的耳朵也是很愛嚇人哦。哎呦，來，有我先抽個，好，再過來健身。應用姐姐，牙齒，哎呦，牙齒嗎？看一下答案，嘿，牙齒啦，牙齒啊。哎，你看剛你還沖絲牙齒，真勁哎！以前就跟我講，他說第一眼看到我就是我的牙齒，哦，因為他牙齒沒有很漂亮。哎，不要這樣子，喜歡我的牙齒。無償作用。好來，再來，桂英姐姐，你吃到人家老公最喜歡你哪隻部位？頭擺就講木竹啊，木竹，來看一下兩個公請亮牌。好，轉過來，結果。哦。有一句話講哦，兩個人感情後，當你就會親密。哎呀，嘿啦！還是都年紀這麼大了哦，身體健康哦，精神愉快最重要。我愛你，哈，我愛你哈。頭擺就講木竹啊，木竹，來看一下兩個公請亮牌。好，轉過來，結果全部哦，兩腿是你要關注一下哦。再過一題出來啦。好，再過一題。你喜歡摸嘛該？我想摸一下，記得平常時有認真啲咧懊惱補娘。哎呦，想摸一下人補娘啊，嗬。最喜歡。唔得懊惱乜嘅？佢最喜歡。佢最喜歡糖豆你懊惱人補娘乜該？係冇？係咁意思哦。我唔錯，比如講有條嘅生意呢，就當好，同爸爸媽媽講，哦，你成績當好啦，要講你當獎啦。哎，諸如此類，我們不能再提示。好，來想一下哦。來發現到蒙哥下董腳呢。哎呦，那就是哦，蒙哥。應該平常時有懊惱動到。一聽啊，你看佢哦。哦。來，什麼？我們從健身狗開始好嘞。你吃到佢懊惱你哪幾飯最挑？你印象濃深。人牙齒係。煮菜當好食嘛？哦。特別不講誒。煮菜當好食，有一個。基本上配人講啦，配人講。也好常講。人牙齒很泡，你做對啦咩？人牙齒很斜哦。好，到底係哪一句咧？因為唱健身狗七個亮牌，韓國會講出廿幾發開始。清潔哦，龜毛啦，嘿啦，金絲同喺面前講啦，其實講係動龜毛啦，用下喲，一下東西按跌天注重，營養反應。嗱，咩人出來養戲，有時候你要彈得出去，浪漫的人我一記翻，好冇？嗱咪講，哎呦，龜毛咗，我做龜毛，按你出來嘛，好，掌聲鼓勵。耶！再過來，好。梁兄哥，等一下。桂英姐姐，佢安怎嘛該唔最歡喜？伊答啊都講，我啲阿生意就拖到唔少，越訂好。幾麻痹啊！拖到都越訂好，來。金浩堂亞記。來，記得答白講啊。哦，阿梁克兄，唔給答案轉過來，阿同事們要講一下1、2、3。頭腦變係好。桂英在動情嘅意思。咩係啦，動情啦，因為拖到技術最好，頭腦200度1號。嘿，好，親密一組。好，而且我米玲在。哪幾發？做事情認真啊！我關心我來講，啊，基本上有歡喜冇啊，好冇？哎呦，我請關心。關心是錯嘅哈。蒙哥亮牌，請亮牌。我講一下。你好棒！好，雖然講三曬嘅答案無親相同，不過總係愛嘛。來知道南北三妹老公啲講共樣發誓都記得安樂啲。哎，做得冇？做得好。沙龍啊，想問大家，有越了解對方，出越相處融洽冇？有等於越了解，除非哦，來知道你儂啊，相相冇共樣。孫
來了解對感情有加分冇？係啊，知道？有冇？冇了解啊，大擺就發現到，哎呦，幾小一個會有一種驚喜感。還係講，其實也有默契，也鬥打，對感情會也好嘞。我當時係冇金融這個講。因為吼年紀的沒有關係啦吼，啊頭擺後生的時間，除非他各種的，啊你老的就慢慢就想到，哎了解這個，哎真的是吵不起來啦，因為佢都點點的，佢點點佢全部唔會嗰種嘅，唔會特別安逸，佢先講幹嘛就想講，反正啊點點都冇法吧，就係咁樣。係咩種方法？他就講講話樣嘢，我上馬我嘛出呢度嘅加錢銀啊，因為我都係講假幣啊，講你那加就講我太太嘅前頭嗰棟我太太嘅地方做哎呀，佢咩佢出接觸答應嘅。我第一位容易加少啲啦。梁克兄咯。佢兩啥龍龜人這兩啥較無窮樣，你知道冇？就兩啥種較點點的，譬如講譬如聚會啊，迄個沃卡度，佢兩啥選起係較無特別要講太上班嘅。因為我頭擺做酒店就包工廠嘅哦，真辛苦。啊，叫佢停下唔做啦，做後生停按艱苦停下做，我頭擺咩物嘅冇，就我兩個來嘅冇就。我拉我全部要買屋本嘢啊！哎呦，嗰陣時候，你就看到人本樣嘅付出，付出比也嘅了解還較重要。而家多啲咧，做比幸福啊！哎呦，佢三萬個咯，因為3萬個咧，佢兩啥算起來2分嘛，你我知道愛面對問題係哪多，有可能係哪少，因為有過些經驗嘅。我都兩句話呢，珍惜。互相珍惜、包容，珍惜哦，包容，這個兩個人就兩啥都好好，一生人都度過去。幾正經吼，講得當好呢，因為我知道，譬如講你慢慢的退休的啊，之後兩啥以前就按好的，你一開始24點鐘都要強下呢，了解，這樣做得達到平衡。真嘅呢，古時候你大擺嚴格嘅時間吼，就同好講一句吧，哈，你就是不了解我啦。其實呢，講起來，發現到了解唔係輕重要嘅事情，唔講你懂珍惜啦，唔講懂充實啦，真係保持感情嘅好方法。唔講像提嘅結婚紀念日，懂厲害呢，3人全部就記得清清楚楚。今日問一下，還有啲個結婚紀念日嘅卡數？哦，我人都上海啦，一般擺會出去食啲哈。你開始記得啦，都寫出來嘅，兩個人出去食飯啦。有一句話講吼，兩人感情好，當你就係情人節。哎呀，係啦，非常的放閃。給殺了，從第二時間來。愛講出來啦，因為有時是冇表達出來吼，對方感受唔到，就唔知原來吼。係啊，最終間你搞嘅有冇咩嘅測驗？見邊啊？當好嘅機會，我就搶三推來聽聽咯。加點時間，好好來對對方真情告白一下。哎呦，給你吃到馬上先。你成日唔可以跟木做下起來。鴉片吼，阿公愛真情告白。好來啊來來來。對本人講，安尼做得嘛？做得。來啦。想問一下梁克阿公。有乜嘅真情告白？想愛對對面一位同牽手按多年嘅本人講咧。貴姐應該愛你啊！有乜嘅答愛同樣咯？回答一下，窮樣啦，哎，窮樣，臉面紅紅啦！來，沙下來啦！沙下來咧，一片先等一下吼，因為一組係8青色。蒙哥，還是我講你單槍共發呢？冇衝你呢，你要那個叫肢體表現一下哦，哈！你等一下公開時間還要飛吻一下哈。來啊，哎！有乜嘅話，對你最親愛嘅米玲講什麼講咧？阿你這一輩子你放心好了，我會照顧你一輩子，我照顧你一生人。我搞到係唔喊你，喊你哦，人家係你做咩響喊你啊？哦，我咁講，因為人家兩三啲機會，就差一些些浸下去嘅，因為我唱歌本來出鏡到，
你要做得實現一下，發，做得，發。親一個，親一個，吉米哈，好嗨個，好看哦！哎呦，你看上蠻高。還有一組。問題來了。哦。這個要超越怎麼辦？我們結尾不可能就這樣子的。不可能。同講有在上班。上班。去辦幾隻燈呢？你用3年抽燈共情吧。哎呦，你有冇按玫瑰？來啊！金相惜，請坐。是給我們兩個坐。到阿摩嘞，我們用手。哎，請慢了，你來看。哎，你沒有兩片，我們感覺禮拜天地，禮拜高堂。那臉色還蠻高。哎，你們兩個沒有要拍大頭照哈？對呀。怎麼可以對縫？要強慫啦，要強慫。對縫。健身過來講一下，哎呦，講一下。這樣子哈。來啊。還是都年紀這麼大了哦，身體健康哦，精神愉快最重要。自講我特別哈係啊，自講你聲音我遲到啦，我就遲到加班哈，我聲音當幸福，很值得。哦，謝謝你哈。雖然特別哈，最尾下唔會講唔出來，我講好咧，我愛你。愛你哈，金生哥不能輸，你要我愛你回應。好嘞，時間到嘞，那邊哈，我更愛你。吉米啊！哎，對。好嘞。你懂衝嘅教官呢？冇談戀愛。哎呦，跳架叫子的啦，我講，你用啥毛巾沒放？分唔上我。來，那邊哈，還有七個。哦，來，抽轉來。哎呀，真啊，當咁痛咧。真嘅我知道啊，神巴多少會咬壓到啦，會嚴格啦。不過青蔥肉嘅係含咗啲鉗素，聲音對縫，含個上心愛，繼續行下去。好哦。個假使然後認真用按後上嘅你啊，嗬，行喺會多少有些嘅練習。當然啦。我有一隻好方法，再提供本太子大啲學習。愛呀，件事情，因為我學一成年嘅，有個 LOVE 原則。大家講有一隻 L，佢係有一隻口訣啦。哦，嚟哦。L 咧其實就係 listen。哦，談對方講。O 咧就係 overlook。保養。寬容。係保養對方嘅缺點，有陣時缺點會變你自己優點，看佢優點冇聽。係要嚟 joy voice，你要有聲音。溝通。我做溝通咩係，我愛你，你咩會感受到對方愛人嘅心。再過嚟二嚟就係愛上網，要努力。2、3年咧都會重新講，好，你愛繼續行下去。真經講得太好，掌聲鼓勵啊！好啦，不管係路來盤也路來攀哈，我知道吵鬧難免，不過啲吵鬧當中總是尋到兩種平衡。我個人嘅路都做行下去，神忙嗬3歲，睇個太子來到了位，希望你嘅感情長長久久，嗬，你愛情感情嘅寶典啲了位全部呈現，大家有限對我插播點，向下留面線，當你獨樂線，再會了，什麼？